湾综合研究院公布到电力景气的指数，讲到黄红灯表示景气乐观。另外，台电讲开冷气要省电，要先把窗仔门拍开。 今仔日拄等这区内底厝数，毋过嘛是热逼逼。民众等去厝想要量一个降解体温，拢有家己一腿皮包。拿毛巾擦，冲个澡，洗个身，擦一下身体，对吧？平常出门我基本上会把窗户都先开着，先让它通风。拍开窗门，专家嘛认真讲，这步真赞。 台电公布省电的方法，就是当你到厝先拍开窗仔门，互厝内家具或者是地板的烧气散开。嘛建议离室出门进前，会当叫家电继续拍开冷气了后，迅速甲电风吹落去，更加凉凉。 除了民生用电影响民众钱包花，产业用电嘛牵连台湾经济。台湾综合研究院公布上新的电力景气指数，以用电量将做景气循环关键指标。这个7月到黄红灯，虽然说3个月表现强劲真势，相关的制造业是活络的但是呢，这一波拉抬应该最主要还是高科技产业了。AI 的需求跟应用大概目前看起来还是相当前景乐观。台中医嘛讲 ，AI 半导体需求旺，第3季阁是消费性电子准会济，为科技业用电量创新观来看，经济发展含经济成长拢真乐观。排挤的挤压效果是 不可避免啦，是必然的。在供给端，特别是台电这边呢，必须要维持电力供应的稳定。总个讲，科技业用电量创新悬，要如何推进产业发展，同时确保民生需求，会将做供电关键课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